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灣區朋友仔嘅 channel， 我係今期嘅節目主持人 Leslie。Leslie 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博愛七路嘅博愛里項目啊。咁我哋而家喺佢西邊嘅商鋪啦，大家可以見到，其實博愛里咧，佢西邊嘅商鋪係基本上冇乜民生設施嘅。咁點解仲要過嚟博愛里拍攝咧？因為博愛里推出咗5間特色單位出嚟啊。特色單位比較特殊嘅就係咧，佢係大平台嘅。第一個同間屋面積一樣嘅平台啦，而且佢係一個保留單位嚟嘅，就係我哋早期嘅產品啦，1、2、3棟嗰邊嘅一期嘅，之前保留嘅，而家先攞出嚟賣。咁成個博愛里咧真係冇貨啦，之前攞出嚟嘅示範單位全部賣晒啦。咁今期咧就最後5間特色單位大平台嘅。咁除此之外咧，成個博愛里嘅2期，我哋嘅6、7、8座其實剩翻10間，全部都係大面積㗎啦。咁清埋呢貨之後，就真正清盤啦，成個樓盤。咁我哋今期嚟到博愛里咧，同大家介紹翻呢5間特色單位之餘咧，同大家講下因為佢特色單位都係2樓啦，大平台啦，同大家講下佢2樓嘅一個優點啦、缺點啦，同埋可唔可以買嘅。咁我哋而家先入翻去佢嘅園林，再同大家介紹。咁而家入到嚟佢嘅園林，因為啱啱門口保安咧需要登記嘅，咁迪興嘅管理做得一直以嚟都係非常之唔錯啦。大家可以睇翻成個風格啦，就係迪興一貫以嚟用嘅風格啦，同 W 高同一個發展商啦，迪興佢嘅園林風格亦都係一致嘅，可以用石嘅地方咧，全部用石㗎啦，包括園林啊、水景啊，同埋呢啲戶外嘅設施做得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大家講翻而家目前嘅產品先啦，我哋而家身後見到嘅呢3座咧，6、7、8座咧係佢嘅2期。咁今期同大家介紹嘅大平台嘅2樓單位咧，就係我哋早期嘅1期1座同埋2座，分別有5間嘅5間嘅大平台嘅特色單位啦。一座有我哋3間，2座係2間嘅。1座咧分別係2間127平方嘅單位啦，同埋1間108平方嘅。咁2座咧就係1間123平方同埋1間115平方嘅單位啦。咁我哋一於5間都帶大家去睇下佢實際嘅一個平台啦，同埋佢因為2樓啊嘛，佢個採光同埋佢嘅優劣勢究竟係點樣？我哋而家直接上1座睇佢嘅公區環境，再上去睇佢2樓嘅示範單位。咁1座咧，由於係1期咧，亦都係最早收樓嘅一批，大家可以睇到其實佢公區環境 keep 得都非常之唔錯啦。係啊，大家可以睇下地面咧冇積水冇垃圾，跟住入嚟佢嘅 lobby 位咧都係同我哋6、7、8座嘅風格一致啦，同埋 keep 得依然都係咁新嘅一個酒店式嘅 lobby 位置。再過嚟就係 lift 口位啦，大家可以見到迪興嘅管理一路以嚟咧，其實個口碑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好 lift 口，我哋直接上去，呢個咧係客 lift 嚟嘅，有冷氣，我哋直接上翻2樓。睇翻佢現實所在嘅一個平台究竟係點嘅樣 ？OK， 各位觀眾朋友，而家嚟到1座嘅2樓，咁呢度咧1座咧有3間我哋大平台嘅，01、02、03，我哋由01開始同大家介紹下。咁01單位咧127平方嘅一個單位嚟嘅，傳統嘅佈局啦。咁啊，如果熟悉博愛里以及 W 高嘅街坊咧，相信對呢個戶型都非常之熟悉㗎啦。咁我哋直接重頭戲，直接睇下佢個平台。佢呢個平台咧就係喺我哋主露台出去嘅。咁當然啦，有翻個級，有成30-40公分高嘅一個級嘅。咁玻璃發展商同你拆埋㗎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個平台啦，其實佢官方嘅標稱咧，呢個平台有164平方嘅。但係實際測量估計冇咁大，因為計埋公攤啊。大家可以見到呢個平台其實都相當於方正嘅。有個優勢咧，就係佢會幫你起埋圍牆啦，同埋隔離嗰戶嘅平台咧係間開嘅，3邊都有圍牆啦。呢個圍牆嘅高度亦都非常之高啊。Leslie 嘅高度 ，Leslie 嘅身高差少少到2米嘅，呢個圍牆係2米嘅高度。棕櫚樹都送埋俾你㗎啦。咁當然啦，佢係無坯嘅狀態啦，以後係要你自己去進行裝修嘅。咁同大家簡單講解下2樓大平台呢個單位嘅優劣勢啦。咁當然啦，優勢就唔使講啦，送嘅面積160幾平方送俾你用嘅，可以通埋我哋嘅入戶花園嘅位置啦。咁其實呢個平台非常之大嚇，養寵物啦、養狗啦就最中意㗎啦。咁講下佢嘅缺點先啦。首先啱
啱啱已經同發展商嗰邊嘅工程咧去確認咗㗎啦。博愛里嘅2樓咧，佢唔係獨立嘅排水管嘅，佢係同埋成棟一齊，總高25層高啦，佢係用埋同一條排水管嘅。咁我哋2樓咧用同一條排水管，佢嘅弊端就係以後如果堵塞嘅話咧，咁2樓咧就係一個比較尷尬嘅存在，大家都明白㗎啦。咁仲有一個比較大嘅缺點係乜嘢咧？大家可以見到啊，2樓往上望全部係人哋嘅平台，唔係全部係人哋嘅陽台啦。咁如果撞到質素比較差嘅樓上嘅介鄰舍咧，咁如果往下掉垃圾嘅話咧，又係一個比較難處置嘅一個情況啦。咁呢個2點咧，其實就係平台最大嘅一個，應該講緊就係2樓最大嗰一個缺點啦。咁優點當然都非常之多啦。咁大個平台，你如果喺度搭翻個玻璃棚出嚟嘅話，咁相信呢個非常之舒服嘅。同大家講解下大平台佢嘅一個價錢係點嘅先。126平方，平台面積164平方。咁單價咧，5間全部嘅單價一樣，10888，11000唔使嘅單價。如果你想買低呢一個126平方大平台嘅單位咧，價咧140萬樓下，137、138萬就可以買低㗎啦。咁我哋呢個係其中一個126平方嘅單位。咁當然啦，對面係一個對稱嘅戶型，但係個平台唔一致喎。大家睇下，201係126平方嘅。大家可以睇翻佢嘅平台咧，其實同隔離呢個稍微有少少區別㗎。佢嘅面積會細翻少少嘅，佢嘅平台面積，而且少咗一個凹入去嘅位啦。係啊，咁呢個平台佢嘅標稱咧就係162平方，但係我感覺比隔離嗰個起碼細咗有10幾個方嘅。咁呢個就係對稱嘅，一樣係126平方，單價總價都一致嘅單位。咁你想要大平台咧，就早啲過嚟就可以揀到個大啲嘅平台啦。但係亦都係有翻佢嘅一個缺點啦，就係我哋離翻佢嘅公區 lift 口位置啦。咁如果你選擇大平台嘅話咧，喺呢個公區嘅窗口望出去咧，隱私感稍為差少少，人哋可以望到你平台嘅上邊嘅嘢啦。咁呢個淨係佢嘅一個缺點。咁當然啦，你想話126太大啦喎，有冇細啲嘅單位啊？當然啦，有108平方嘅單位嘅，亦都係大平台嘅。呢個係108平方嘅3房啦。咁呢個面積咧，亦都大家非常之熟悉㗎啦。無論係德寶二高啦，或者係博愛里啦，都係一樣嘅戶型嚟嘅。最經典嘅就係呢個戶型啦。咁啱啱我哋提到啦，01、02戶型咧，佢嘅平台咧係朝北嘅。咁呢個108咧就特殊少少啦。我哋而家所在佢嘅陽台位置，睇翻落去就係我哋啱入門嘅西門嘅位置啦。咁佢嘅平台究竟喺邊度咧？佢嘅平台就唔係喺陽台出去嘅，佢嘅平台咧就喺翻我哋廚房個位置出去，就同啱啱嗰2間稍微有少少區別啦。大家可以睇下佢嘅平台，小心啲啊！一樣係有樓梯級嘅位置。佢嘅平台喺廚房出嚟咧，就係一個 L 字形啦，大家都可以見到，可以行過去嘅。咁呢個平台嘅面積咧，官方標稱咧就係90個平方嘅。呢度係自己嘅主人房啊，唔涉及到隱私嘅問題嘅。當然啦，樹一樣係送埋俾你嘅。咁呢個平台對比啱嗰2個咧，有少少區別，就係佢唔會話會俾樓上我哋嘅其他鄰居嘅陽台影響到啦。咁呢個係大家嘅一個廚房嘅外邊嘅生活陽台。咁其實有好多家咧已經封咗陽台㗎啦。咁反而呢一度咧，佢嘅隱私性咧，反而會比我哋啱啱2個大嘅平台嘅隱私感會更加之好翻啲嘅，唔會俾人從頭上望得到嘅。咁 OK， 我哋一座咧就係呢3個大平台嘅特色單位。我哋而家去翻2座，仲有2間，我哋睇埋佢。各位觀眾朋友，Leslie而家嚟到2座嘅2樓，一樣係大平台嘅單位啦。但係2座稍微有少少區別嘅就係2梯3個嘅佈局啦。咁03單位咧，佢冇平台嘅，已經賣咗㗎啦。大家可以見到掛住一個獅子頭，已經收咗樓㗎啦。咁跟住落嚟就係2間大平台嘅單位，我哋先由02單位開始講起啦。02單位係115平方嘅單位嚟嘅。首先送咗一個我哋消防門入邊嘅空間啦，相當於自己去使用㗎啦。又送多塊面積俾你。
跟住再入嚟就係我哋三房兩廁嘅格局啦，南北對流嘅。咁呢個格局相信好多觀眾朋友都非常之熟悉㗎啦，我哋就唔再去過多嘅敘述，我哋直接睇佢嘅平台。咁呢個平台咧，同我哋啱啱126嘅咧，其實係緊挨住嘅。我哋可以睇我哋左手邊啦，睇到啲棕櫚樹咧，其實隔離嗰個平台就係一座嘅126平方嗰個平台嚟嘅。咁呢個平台會比隔離會細少少啦。官方宣稱119平方嘅呢個平台，咁反而呢個平台咧是覺得採光會比啱啱126咧會更好翻少少，但係都係嗰句話啦，頭上係我哋其他住戶嘅一個陽台位置啦，咁你要搭棚出嚟咧會更加之好去使用翻嘅，一樣單價10888，總價大概係125萬出頭，就係攞低呢一間大平台嘅單位啦。咁除咗我哋呢一個115平方嘅另一單位之外咧，當然仲會有我哋122平方嘅零二單位嘅。咁零二單位大家可以睇下，已經開好咗門㗎啦，我哋就喺另一嘅對面嘅咧，但係會有一個消防門嘅，唔會話門對門，一樣嘅經典佈局啦。咁呢一個單位咧，Leslie覺得係大平台當中5個單位比較差嘅。點解咁講咧？大家見到啊，佢嘅一個平台咧就冇啱啱我哋展示嘅呢啲平台咁方正啊。佢係一個角位啦，係一個斜嘅。咁呢個平台稍為就唔係幾好用啊！大家可以見到，而家發展商起咗呢啲種花嘅花池位置咧，佢都係沿住呢個斜嘅地方去起嘅，咁就冇咁好用啦。但係佢面積咧會稍為比我哋啱大啲嘅，122平方嘅3房2廁啦。咁佢嘅平台面積咧，官方宣稱係117平方啦。咁如果你想買低呢個122平方嘅單位咧，佢嘅總價，佢單價一樣嘅10888，總價大概係132萬出頭啦，會比啱細面積貴翻少少嘅。咁 OK， 我哋今期咧其實同大家展示咗博愛里目前放出嚟嘅資源嘅保留單位啦，5間大平台嘅，咁5間嘅平台咧都同大家去展示完畢㗎啦。咁如果想要知道呢5間佢嘅一個戶型，如果唔清楚嘅各位觀眾朋友咧，想要了解咧，歡迎私信 Leslie 嘅，或者係可以喺評論區留言都 OK。咁 Leslie 可以派7人車去到香港任意地方接你過嚟睇樓啊。咁大平台嘅單位咧，其實係比較少嘅。如果中意嘅話，又可以接受到佢呢啲缺點嘅情況下咧，咁可以快啲喐手㗎啦。咁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